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上新的民调，6都的市长都一个上不受欢迎。第一名是高雄市长陈其迈，第二名台北市长郭文哲，第三名台中市长罗秀燕。针对上不受欢迎来排头名，陈其迈苦笑，讲会谦虚来听民意，市政迈更加努力。这一个调查是2020年11月16到17号。 台湾民意基金会上新的民调，上无受到欢迎的6都市长排行，高雄市长陈其迈占25.5%，台北市长郭文哲24.2%，台中市长罗秀燕17.6%，台南市长黄伟哲8.5%，桃园市长郑文灿2.6%，新北市长侯友宜1.8%。 高雄市长陈其迈比例上悬，是6都首长内底上无受到欢迎的。陈其迈笑笑讲，伊会继续打拼。也希望说，施政能够更努力、更用功，也能够让市民能够看见我们的努力。 高雄人安怎看这个民调结果？对陈市长有满意无？无介意，迄阵人是他大家要选你啊，希望伊太认真做，就继续支持。你觉得这份民调，你觉得看法是怎么样？假的吧？觉得他做的怎么样？没什么感觉。尽忠职守，报效国家。 陈其迈要做满100天啊，就算伫咧6都排行上无受到欢迎。不过高雄市政府研讨会嘛公布上新施政的满意度，有6成的高雄人介意陈其迈施政的表现。另外，要6成6的市民对家己是高雄人足公认的，比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任内成长11%。陈其迈花2年拼4年的口号，敢会当交好看的成绩单？大家拢等伫咧看。